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的时间咯。也参加大家在诺贝参加活动，又参加过市集，也是摆摊的活动么？也地边也有青岛文化创意哦。不过大家有参加过以青年的为主角的市集么？也冇参加过呢。今本日去被邀请到青年市集的创办人罗延峰罗大哥来到现场，同大家来介绍一个全台湾唯一用青年的为主角的市集哦。罗大哥，欢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米农的罗延峰。罗大哥，欢迎哦。不过我听讲啊，有个市集，第一摆听过有个用青年的为主角的市集，你可能介绍一下，有个市集最主要是提做乜嘅项目？我当初我办那个市集吼，主要讲系看到米农也就青年的也人数真系真少，所以变成讲就好高的啊，我招收小朋友就人数大蛮少，所以我就想，做的替米农做一件事情讲诶，透过办小孩去市集来种同事哈，跟青年的底下讲，其实米农其实还其他学校，没讲像工程介绍，也讲诶讲提富人介绍安尼，吼，其中做的透过那个市集，做的本究竟学校的。那个生意呢，大家去合起来，好，大家做了讲透过一个那个摆摊的方式，然后来介绍原学校的特色，好，主要有个基于讲本无相同xã區的生意来到无相同的安尼xã區地位，好来做个交流安尼。哦，更加米農這片呢個學校的國小啦，有學校村有9間嗎？係，目前嘅小村。9間，人數都冇千多，冇千多。你像最少嘅話，就差唔多63，就人數差唔多63左右安尼。哦，全部啊？唔係，就話一間學校最少嘅小校啦，小校地方嘅人數啊，佢就社會大蠻少，啊大個佢大，像米農嘅時候，總單嘅時候，人人數就佢大。就冇個平衡就錯嘅。嗰種能想到用一個方式辦一個新年嘅事情，結合學校嘅，同個學校嘅力量，加上新年嘅拉個社區嘅距離，同大家來做一個交流，錯冇？係啊，對啊，像我哋主要一個方式啦，吼，就可能去辦嘅時間，可能以新年為主，用自家去設計人嘅攤位，吼，買乜個東西，用自己嘅規劃，吼去做交流，好主要一個部分講，除了新年攤位講，可能有邀請去媒體嘅那種返鄉嘅年輕人，做下來參與那個擺攤，好，因為嗰度去媒體去，嗰度一個人歸鄉之後，吼，自家做工作室，吼，也講做開店嘅也有，有嘛有安尼，就嗰度自家將人過來弘揚嘅，鋼鐵嘅也有，自家去無相同嘅發展。透過新年嚟跟大人，吼，做下來擺攤一種方式。而家嘛做咧本新年嚟看到講，其實吼唔係講嘅留喺一家上，就係講人看見無頭無路樣嘅。其實留喺一家面農也起身，吼，就嗰度發展嘅地方。大哥哥大姐姐，吼，也都講來學知，吼，沿過來來是條路，沿嚟擺攤，就本身亦看到講。一個榜樣，人來幾多人，唔係講突出起來要自己都俾工作，幾多人歸到自家面農，自家家鄉，就是條路啊。羅大哥，按你聽講咧，除了新年嘅之外，還有後生嘅來參加一個活動，一個事件嘛。不過我想講請教羅大哥，自家原本係睇做乜嘅條路嘅呀？我原本過來鋼鐵之前係。做教育訓練的工作，教育訓練，對，更加係嚟鋼鐵，更相同啲鋼鐵。哦，鋼鐵，你做乜會想到我哋辦一個市集一個活動？因為頭先唔講係本用新年咧，拉近也米農一片在地社區的力量嘛，用一個活動。唔過你用講，你咧鋼鐵人，做乜會想到用辦市集一個活動？主要講
安尼第8之后吼，安尼有比如讲用安尼种自然农法的方式去工作，多出他们的时间。过后面还有参加沙期的演奏来方面的投入，哦，过接触他们多，过安尼有去安尼参加，就受邀请去参加那嘉义女儿节。哦，嘉义女儿节。对，嘉义女儿节，在那个女儿节里面，我看到了是说，其实在沙期里边，你看在岸偏远的地方，嘛都在办一种市集，所以我一下就去发现讲，来做的去闽农嘛办那种市集，第一个时间就拄到嘉义女儿节主办人好嘛，熟悉过有拄到提本身闽农人哦，就提女儿节也相当于摆市集，过啊你想在平日来提闽农办市集的时间，嘛，他有请过来同下摆市集，讲好一定会请你，所以来给种子种下来他们叫，所以我就种提来我来今年我就去年呢，我去规划办那呢小弟艺术日的时间，你想看你变成。就跟小孩去市集变成说是小弟艺术日的一个前导活动哦，在马黑边那个来进入社区的小弟艺术日进入沙期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像办来给小孩去市集，他们重要要讲，从生年呢开始可能透过市集，演做的去训练演一个独立自主，这样规划的能力，过会做的去设计，设计。活动也好，设计演用来介绍演学校的特色。每件闽农的介绍就讲学校，每间学校都有一个发展不相同的特色的方式。我一般来讲，可能介绍你会底下讲，那个工程介绍安尼蓝，个人介绍係安尼除安尼白银的，除塔的，过安尼两度介绍，安尼做嘛，安尼里山实践的那种实农教育为主的那种学校，所以我透过那种小孩去市集，概念结合起来，本人新年的一个设计，介绍学校。如一个设计的目的都係講本學生嘅，新年咧同學校嘅展現佢哋自家嘅特色，因為人家人哋講青島國小啦，佢哋會有自己的特色嘛。不過因為佢哋係偏鄉嘅學校，嗰時候佢哋比較不為人所知，就錯嘅，人哋都用一個方式就介紹佢哋嘅學校同大家啲。一個頭都有談到一個小孩去新年嘅去市集係一個小弟藝術日的前導活動，錯冇？係啊。而喺度一個媒介引導出後本人嘅發動。主要講，安尼變那講嚟做啲透過嚟嘅活動先小孩去市集，等於講除了講一個透過一個市集的一個活動，有咗像安尼閒細下佢。我諗佢拜年有雅思，係會同阿公阿媽會帶嚟去雅思。唔要一個市集的活動嘅話，總要去上下地方。阿公阿媽新年會同我講，呢家嘅基本課嘅時候啊，講機動嘅時候啊，有辦乜嘅市集活動，因為苦呢，阿公阿婆帶嚟去，帶嚟去教咧，而家係上課出嚟咧，所以講新年有來。太年茶就會騰落來，阿公阿媽就會騰落來。活動嘅規劃主要一年的。按個那個小孩去市集，也會有之前的活動工作坊。像今日呢，小孩去市集，我就帶論婦人嘅社會生意嚟去做一個學校地部、校園地部一個地景裝置的創作，就改演一個原本他們 Q 的一個涼亭就改造啊，利用一個地景裝置的方式改造，新年同啊一起參與啊。都本今年學校地部嘅新年嚟搶下來做，改造今年嘅涼亭。改造嘅涼亭啊，改造要不要一個場地嘛，可能辦小孩去市集的一個場地，所以講一個整個氛圍就冇相同。也本新年你看到講，其實透過那種藝術裝置，做得本學校冇相同，看起來就一種美感，一種呈現就冇相同。有新的東西出現。係啊，所以以下我哋從我哋課文嘅時候要做，講葉紅老師唔幹啊，你學校編得漂亮
呀，就安尼话讲，就无共用，就无共用啊呢。您今年自家规划嘅摆档，规划发通，规划嘅表演，今年限自家来准备今年爱摆档嘅气氛，来布置。冇错，所以佢那个像我哋之前的工作坊，只会讲种唔自己当天哈，就比如讲一家去参与啦，参与讲用嘅那个商品，我用嚟卖出去，哦，而家用嚟去行销，用嚟本年下比啊讲吼，原来客家嘅特色係你用嘅，所以透过那个方式的话，之外还有嘅还有一个最重要嘅时段，就一个係從一個法律比搏嘅一個表演嘅時間，用嚟講法律比搏，因為每個學校因為有自家發展嘅一個才藝啊，也講一個表演嘅項目，所以提下呢小孩氣勢自己播啊，就每一個就專門嘅時間，揾學校嘅生意呢，哦，讓自家去展演有錯嘅，哦，嚟個下呢才能小孩氣勢規劃地播，過又有唱，譬如講返鄉嘅一個安尼後生嘅，哦，種。當然跳人咧，有唱咧，安尼岐山咧，安尼台青椒，去主唱表演，但係也聲音嚟來表演。哇，真老年咧！嗰又有安尼種阿 Kiki 沈雄嘅聲音咧，係啊，有來嘅係沈雄先生嘅一家阿 Kiki 一家獨秀安尼，本身嘅個舞台吼。就自己家喺家上就做嚟去表演，是講喺嚟到都市，去到位置，係啊，所以係感覺嚟個重要，係啊。我就本今年睇自家喺家鄉有一個舞台，可以展現今年自家嘅特色都錯嘅啦。哦，觀眾朋友，談講來有個新年氣勢嘅清神氣呢，不過談講地背還有更加豐富嘅內容哦。休息一下，等一下繼續請羅大哥來介紹。上一段人哋基本上了解嘅新年氣勢嘅也多大體做嘛嘅，不過我想講有個事情應該冇咁簡單，人哋夾夾過來請教羅大哥咯。羅大哥，頭頭有講到有個事情，人一多年嚟辦有個事情啊，因為感覺有個事情發動清太呢。呢個事情吼講出嚟佢好高啦，其實主辦單位就係能過人紅嘅。過一多年。係啊，將兩個年嚟啊。2個年。2個年。啊，我係你當初咧發上嘅時間，係你一個台中嘅朋友中間發上嘅。你加送伊咧，都啥咩？啥嘅？我重點辦活動嘅時間，一年提紐約一米嘅咧。係啊，所以講大個時間，係你想加可能2個年用辦咯，咁係嚟就提 FB 嘅地位就發出嚟講搶安尼志工。有搶志工，有搶志工。所以有幾多朋友哈就跳出來講，你做嚟做志工，所以就有給很多租嘅，伊本身也就有這種辦那種大型的活動，所以啲小孩氣勢自己時間哈，也就對我來講，而呢現場對我安排呢條事情嚟，他們他一個支持力量。過來事前的準備的話，有個就都好，就像種安尼朋友啦，就做安尼。有限，就講家己來聽書啦，係啊，所以就有個朋友來聽書，所以有聽書地方可能就有來發想講嘅，就發想講一個虛擬貨幣嘅那種東西。虛擬貨幣。虛擬貨幣，就話因為可能想到講喺那個事情會增加一個攤位度免費商店。地方有咧搭咩係免費商店啊？地方係採貼農產品嘛，又係貼喺啲手工嘅。唔係採貼農產品，應該講嚇，其實係能嗰度。你嚟度看吼，我嗰度呢種用唔到嘅，其實東西很好。我一挑係用唔盤的，所以我就募集嚟啲東西來，變咗一個免費商店裡邊東西。所以其實我哋講嘅係一種實物啦，係你客家人本來就講實物啊，係啊。我嚟以下聲音唔係講實物嘛嘅意思，所以我透過免費商店唔係講像以前嚟運動，透過那個虛擬貨幣來運東西，以來時間可能會有個教育嘅方式，就講怎麼會有那個免費商店，就傳達那種一個實物嘅觀念。過來呢，呢個虛擬貨幣可能用乜嘢做啊？你用酒缸嘅酒瓶蓋，我可以拷邊，你嚟可以做可能限些時間去教嘅東西啊。我以下聲音攏家攏教塑膠嘅東西啊，冇乜嘅，所以我就教打天通啊咧。所以啊，用呢個
规多安尼限细时节去教的那种东西，问一下生人去底下讲，安尼限细时其实随时就做咧拿出来教的几多，安尼都会做。个人讲来个年咧吼，其实可以安尼量嘅嘢咧，其实冇。你吼，我当初咧规划时，我就跟来到落嘅那种摊友伙伴啊，来称为摊友伙伴啊，就意思讲，来到安尼 community 嘅那种朋友，吼。即係講，每個人就會共振一樣，所以啊，你辦自己嘅時節啊，嚟自己特別人底下講，可以人哋 V 嚟嘅，人啲人自家就底下講 V 集嘅人家嚟去佈置用嘅，完全唔是嚟傷害嗰種人嘅，未來就弄起嚟嘅重複一個協力嘅夥伴，咁樣咧。其實按你講啦，如果最主要嘅發想嘅時節，都唔能量殺，個人方嘅量殺。啊，唔過喺執行嘅階段嘅時節，唔能有尋到嘅志工，都好朋友向下來聽數。啊，嗰時候今年其實也係公眾人員之一啦。係啊。啊，嗰時候你能當喺發想啊執行嘅階段，可今年嚟互動，啊有按你先有創意嘅事情，像個虛擬貨幣。係啊係啊。唔過有個虛擬貨幣。我有一天那個量吧，啊，唔能去那收集也就講那個介子。你就講平常就有啲收集啊，你平常係唔自家去收集。係啊，平常係啊，閒時嘅就。哦，我覺得唔呢度有個偏偏股睇㗎啦，哦，係嘅開嘅少誒。冇啦。哦，原來安尼。啊，唔過有個發通有個事業，佢攀得挺難。係天然嘅時節攀地貨運嘅時候。哦，係，去年咧係你攀年貨運嘅時候，結果今年咧係你攀地機動嘅時候，就乜嘅天頂會變咯。你好，我啲規劃時節啦，我啲想講，我啲上到一頭擺係你總頭啲打造時節，攏會輪流啲打造咪，佢邊係你某個總頭去做，全部會輪流。今年好係你慢去做，所以我就講，啊你輪嘅話就變咗講，做你今年啲貨運嘅時候，明年啲機動嘅時候，第三年啲工程嘅時候。咁樣話，後面每個社區嘅人攏做啲底下講有小孩去市集，有啲小弟書嚟度活動，嚇！安尼呢個鬧鐘啊嗰啲，安尼咯，嘛做啲講本人嚇，係能透過嚟嘅移動去做交流。平常安尼佢雖然攏經過，安個唔會定下來，好話去講述講嚟嘅載體嘅文化，嚟嘅人文。所以安尼小孩去市集，安尼其實安尼還有安排嘅講，但係就個今年。主場地係你集中國小，可能會訓練人去講去介紹人激動起起嘅那種社區基本嘅文化，有乜嘅好教嘅好料嘅地方，採地嘅提升農產有乜嘅，可能會人訓練，其實佢哋當年可能要安排人去帶人來嘅人客去做個導覽嘅行程。哇，今年也做導覽人員，係變成一個化身一個載體嘅導覽人員，小小嘅導覽人員。其實咧嘛，係咧安排一個巧妙嘅地方，主要冇講透過亞種嘅方式吼，去傳達講，其實每個社區攏有雖然講面容無地方無態，啊個唔係標示來可能話每個社區攏有自家嘅特色。哦，錯噶，每個社區攏清晰啊，不過冇人家特別去引導，去發現咧發其他嘅特色都唔會本人知，不過誒。我睇過，你頭都有講啊，輪流嘛，咪咧好搞。啊，你去年咧係富人嘅時候，今年係激動。啊，明年啊，你最少我要叫誒好搞，啊你輪流要叫年啊你攀好。係啊，雖然看我你攀好，雖然後擺喺啲擺放高中嘅時間，看今年吼冇輪到，啊我但我輪到嘅時候冇聽係啲嚟嘅好搞，啊我係啲嚟攀小孩去市集。哦，誒，按你來講，能喺攀一個發通，我先請嘅學教嘅嘛，錯嘛？係啊。能請學教嘅時間，要遇到乜嘅困難嘛？因為叫嘅學教嘅，叫嘅目標嘅教種，啊，今年嘅想法也可能目標用，啊，能用嚟來說服佢哋參加嘅發通咧。像去年咧，吼，第一班嘅時間，拄好拄到安尼補班補課日。補班補上課嘅時間。係啊，補班補上課嘅時間，所以講嗰度學教要。要講教下講，會冇人來，係啊，應該冇那個活動嘅話，唔係要按多人來擺攤，尤其講喺條香港來擺攤，唔係冇人數人，俾人佢快死，係啊，咁係有種其實那個人數人冇數人，但係唔係主要嘅目的，係啊，主要講我本來嘅透過那個實施嘅活動，本大家
拢做咧比看到，本人看到。本太甲看到，本太甲看到。也个面容嘅杀气。嘿，面容嘅杀气，也伊来田大嘅休长，你系做嘛嘅？吼，也讲来嘅学校，伊发展嘅特色系嘛嘅。所以系透过嚟呢种方式，吼，慢慢嚟去，过下嚟用伊系能主要讲有嘅草地市集嘅概念，吼，去跟学校沟通。过下嚟去同学校讲嘅系讲，系嚟创造嘅系能一个共有、共好、共享、共荣嘅那种一个愿景，啊，本他卡从啊过来。因为一般来讲，学校伫表演拢有一个私底下一个竞争的关系，吼，啊个唔系今日有个安尼话委员，吼，一个所谓嘅民间单位来主办的时间，无个利害关系嘅，他讲有个机会用个让你都对嘅一个用品品用嘅，他讲来没来个咩比赛，唔係比赛，唔係來比較嘅，吼，他講來交流嘅，來調人嘢來交流嘅安尼，一個方式，一個氛圍來舉辦，所以慢慢嚟，因為學家仔講安尼，究竟學校地方有物件，安尼平常就有跟學校有互動安尼，我哋帶新人嚟去做教學啊，做一種創作啊咁樣嘅，吼，所以有建立一個基礎地位，所以佢嘅學校雖然講冇數，啊我發現講係都對講，某個學校人攏喺度參加，就慢慢講有幾間學校本上唔到上來吼，發現講到最後講，他可能點頭嘅呢，長期之間冇來啦，冇出現那個全面攏叫間學校像小兒咁冇來，係啊，所以人哋係咩那種心理嘅作用吼，所以我係講主要講嗰度溝通一陣係發現講嗰度間就。每間學校嘅教宗攏個有時嘅辦學，去攀岩嘅活動，係啊，所以本大家去數到講面容嘅那種演，無同種嘅沙器演嘅文化沿用去呈現，所以有一個機會，一個舞台，做咗本大家去面容之那種一家地方去攀嘅時間，人講人親土親啊，包括講來到探友夥伴馬相同，一家地方。所以講，提督卡等於講就幾多人嚟限些時間，提督卡沒有同地方，也講提一家和堂地方去辦後事嘅時間，做後事嘅時間，他卡有等嚟，就等嚟，有碗嚟拿碗出來，一種幾多一種頭擺，一種從下幹一件事情做好事嘅那種特殊嘅一種方式，所以我就會講，我有感受到那種一種溫暖啊，係啊，所以係雖然過程當中遇到嗰種困難，我慢慢嚟去感受到，高中其實也一開始演啲人嚟做乜嘅，用咧兩公婆真係安尼有面貌古怪，我伊安尼唔係講像行一邊嘅哦，安尼有啲會行上邊，計上面上邊。哦，羅大哥，你過程之中遇到嘅困難都係講前嘅學校嘅嘛，最困難嘅部分都係啊，唔過唔清聰明，用其他學校嘅壓力，伴嘅冇嚟參加嘅，向下嚟參加。唔過最感動嘅都係規個總頭向下來，規個沙期向下來也前一個之前嗰種感動嘛，就做好事嘅感動，錯冇？這係使你最感動、印象最深嘅。係啊，因為安尼，你嘅點講？你做安尼面容人團結的一種方式啦，係講是感覺啦。雖然講伊有啲教宗啊，也講真生意啊，你會睇來嘅。啊，畢竟伊來都來嘅吼，也攏跟來嘅當做一家地方。有一種精神上的富足，可能理想啊，吼，一種理想情以前的東西，古早的精神過來。觀眾朋友，唔看羅大哥今日按用心睇攀岩嘅發通，為到一本大家來看見面容嘅沙器。聽講等一下還有個夠厲害小弟藝術嘅發通，休息一下，佢哋馬上過來喲。上一堂我哋了解4年70幾有嘅發通有乜嘅內容，今家呢我哋繼續來了解有嘅發通到底還有乜嘅特別嘅地方哦。請教羅大哥。有個4年70幾有個發通啊，今年有乜個特別的內容嗎？今年冇相同嘅地方係你哋講，從機動結束有麵包窯。哦，麵包窯，這個做麵包嗎？
也冇即家做，但主要讲有像一个李怀金老师提，学校伫块做一个面包窑。好，所以主要讲来讲嘅系一个就来摆个摊友伙伴伫块一个像小宝面包诶。好，连两公婆就佢有成功，伊讲今日话佢，假如做咧带生意嚟做面包，所以我就去安排讲，假如话佢同介绍有面包窑嘛，所以讲。就有安尼小宝面包，有一个欣赏，新鲜做欣赏，带动先提安尼发通的切业，教人用来做面包，做安尼贝果也好，用盐自家安尼柴烧窑来，对，干面包做出来，要讲也天意研做来拿出来卖。嗰日系主要讲系假嘅安尼小村，就传统摊友伙伴小村日和调羹用，就种假呢吧，来卖面包，假伊就做咧天数去训练小朋友讲，应用嚟去。做摆盘，经常去做销售，基本的那种按样的去干招呼客人，来给礼仪用的。你记起传统的调羹用，传统的调羹用，教一条新人呢，用起来卖，用起来摆盘，可以个讲安尼。会讲提供也，干你变他讲，就一个整套从生产、销售，过一个服务来就。一个流程安尼去做安尼。一个地方係談出嚟哟，一地方有親像之前人個人風嘅理念，食農教育精神喺地方做嘛。冇錯，係啊，就變講就做咧，因為一般生意教佢害羞講嘅吼，伊接受安尼行業就安尼認客，安樣去接受嘅營地安樣嚟做，所以透過嚟嘅方式，去安尼變講生意有個機會，伊做得好多東西，又做得去。来一个分一家展现一家自信，安尼那种方式。真好呢，不过也个发通系唔系采取好教的学生的新人呢，咱可以来参加呢？其实来做外表，你看我做乜个安尼论，来班来讲拢论到安尼主场学校之间，还就本主场的学校有个机会，也主场学校的新人来做来学习。所以安尼今日呢。小孩其实特別地方，美講伊每場美容地區嘅究竟好教會來，今日係多嘅六季地區嘅，過隔壁嘅安尼省南地區嘅好教，過有納馬夏嘅好教嘅學生嘅，新人嘅。其實附近嘅好教攏有請過來，從下來參加。因為伊底下講美容有來嘅小孩去實際，所以伊就主動來講，家安尼演做得來參加麼？係啊，所以我就有特別佢今日就特別佢講問其他學校嘅生意嚟通下來，所以嚟嘅我嘅目標其實我看而家嚟嘅樣相係你擴大嘅。今日特別地方講沒講嗰種美容嘅生意嚟嘅，周邊咧你就學校。係你嘅範圍擴大。係，所以種來亦比如啲節目啊，就冇衝動，就變成講而家每場，如果變安尼嘅話，就變成一個多元融合嘅一種。展演的方式，文化的一個交流的方式。除了自家新人呢，可以看到自家菜地嘅，也可以看到片人呢。其實，哇，實在冇簡單咧。不過老太哥，唔能像發通安泰，唔能有個發通潘安泰嘅歌手，有個場地喇叭嗎？喇叭啊，係啊。就絕對喇叭啊。其實美容嘅學校攏佢講咧，像係今日咧機動嘅時候，佢有當然都有睇書，所以我嘅目標就會講。就在脫海，脫海就是一個草地市集的概念，所以光着腳丫子你去逛市集，哇，去太樹底下，每樣子講去搭安尼帳篷，你就安尼去太樹底下待下就安尼過涼嘅，風吹過來就過涼嘅，就講屬於一種最原始嘅一種方式嘛做嚟講，譬如學校地方其實唔係講將來讀書。可能其實在這地方做一個具有文化、具有特色的，變成可能日常生活的一種方式、一種部分，等他可以講講沒講誒，像新人嚟送過來就離開嘅，其實本安尼一個目標，就講從太陽上來講做得從下來，帶領新人嚟，喺學校地方來交流啊，哇！同羅太哥安尼介紹，唔看睇安講嘅學校地方攀岩嘅發通，感覺輕鬆快呢。羅太哥除了新年嘅40期也嘅發通，頭頭最頭下有講到，其實佢係一個小地藝術日發通嘅暖身活動嘛。係啊，更加唔同人介紹下，乜嘅係小地藝術日好冇？小地藝術日你那個主要嘅有那個
出现吼，那种3年前吼，俺们对，还从来加去蔡氏集团，哦去参加日本的大地艺术季。哦，你去同其他人去个日本的大地艺术季。嘿，喊你去表演，喊你去做展演，吼。你过程当中啊，过喊你有去看大地艺术季都在去做嘛嘅，哦，喊你有去喊你参访去交流，哦，同三去互动来的。过一项啊，第一项啊就是想讲，哦，原来透过艺术，好，做的去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过嘛做的讲好本人，能够安偏僻的地方，安多人全世界各地人拢会来到那个地方，好，那个期间来到那个嘅，好去认识那个沙区，认识那个地方的文化来到，好来看那个艺术作品。我哋到地方，而安然而每种种会来。係講講安尼講係古來面農嘅事情，係點解辦嘅？差唔多，差唔多啊！啊個愛無來安泰能力啦，攀安泰飛嘅，剛係小弟嘛，你說那個諧音不是小弟我哦，小弟我辦的，係愛自家係提細弟王攀呢個小弟藝術，係提做咧提愛自家研究地擺，係去考嘅長區哦，也講愛偏沙哦，愛安尼。在西族語，在跟在之前，原本出嚟創作嘅稻草人啊，概念咧嚟到概念咧，哦，創作嚟到佢個撞起來。嗰個就在有唱去阿啥嘅，有啲創作嘅藝術家，係通下來，哦，來用一個環境嘅素材、自然嘅素材，哦嚟做通下來做創作。因為有小孩氣市集啊，因為小孩氣市集係你安尼小弟就是前2年拍的嘛，所以講有一個成功的一個案例喺度，係講誒大家睇我夥伴吼，連班連嘛，出嚟曬過來藝術家，一拍藝術家有個偏僻哦，就底下呢叫那嘛有個地位。哦，啊，其實唔能計也可以看得出以前之前面農原本的樣式很用嘅。因為天都的地位，錯冇？係天都的地位，相同就安尼種，你聽藝術邊個講，今日做好事啊？你聽藝術卡，他卡從下來藝術卡，哦，做好事相同啊，然後牛馬可以就拿過來，所以講就藝，嗰樣小孩第一輸入藝，特別地方藝就跟結合藝自己本身係安尼講天的，好，所以藝就結合那個歷史嘅所謂安尼實農教育、環境教育、教育嘅部分、環境教育嘅部分，你就揀起來，過藝術嘅裝置，哦，過那個又有市集，有好高嘅，哦，過又再加上一些工作坊，就邀請內容係乜嘅呀？就比如講係邀請隔城咧一個山豬愛食，哦，做戲堂嘅，哦，係做戲堂嘅，你看新人就原本係頭擺位種甘蔗嚟做糖，做嘅梧桐現場嚟做，係伊主要拉糖蔥。本身人嚟參與一種方式，用梧桐嚟拉嘅糖蔥嘅，拉糖蔥啊！哦，誒，做安尼佢特別啦，佢係像有像安尼台南嘅霧紅豆，去分享講以安尼以之前吼，以個環島去做紅豆嘅本人士嘅呀故事，講今年嘅故事，啊，順勢就10幾年嘅紅豆，10年紅豆嘅安尼，有一個意賣安尼，佢係從安尼有第一行程，就安尼小弟書裡邊有帶恁新人嚟去尋寶。尋寶，對，尋物嘅，吼，尋咧從地安尼上下下嗰條好高嘅東西啊，好高嘅藝術裝置啊嘛，係安排地波嘅嗰條裝置啊。如果唔能調下嘅時間，唔能自家做藝術裝置啊，做各些啊，邊啊提嘅地波，邊嘅地波，也講咧係邊個尋嘅。其他種因為係冇指示牌，冇我講那個藝術裝置啊，你講地來。啊，你用嘅錢，用嘅本人錢，冇指示牌，用嘅錢。哎呀，你做好高嘅地方啊！係哦，就已經唔做得停落嘅路徑，你就停落呢啲啊。啊，最起碼有啲方向吧，同佢哋講啊，對鴉片去係咪？有，係就一個方向啊，呢，所以將景陽人方吼，景陽人方啊，又係要再增加講一個魔幻鄉。魔幻箱，你有睇過魔幻箱嗎？冇，你嘅係乜嘅東西啊？魔幻箱就一個神奇的箱子，一個箱子就一個安尼長度按細嘅，底部吼就跟一個小劇場就係，底部一個故事，一個主題，吼，透過一個小箱子底部，一擺上做咗2個人看咧，2個人看。啊，底部係萬人去表演嗎？也係，係就
就有人后面就会一个人表演，你用做的用偶的方式，也光影的方式，人工的嗰度，人工的度来做表演。啊，我以下呢，一个有故事一个题材安尼。哦，唔过罗大哥，你对一个法通啊，如两个法通来讲，你对未来有冇个期许？其实我对小弟速度的期许啊，因为小孩去自己模型固定的嘛，也那轮流拍。小弟速度我期许讲，可能行三系的一个概念去行，就讲慢慢来讲，一下时可能提下呢。果然红，作为一个基地，我哋去发展，本大家看到讲，其实，来做起来，慢慢来讲，可能沙起，来到本场地做完的友善农场的那个田区，养农场，有抢人来讲，体验的农场地方做一个艺术装置，本人去看，本人去参与，这时间慢慢来讲，一样上，做的本。艺术装置的地方，每样像伫果然红的，今日做的是叶梦岩，做的是安尼，每个地方拢有，每个沙田拢有，那个係比較個長遠的目標。我嚟前幾年的話，很想用我提果然紅為主，慢慢的話，因為去發展，然後變做全部民農都用。因為藝術家嚟講的話，慢慢的會進來增加幾多年。像今年的話，就像艺术家去纯用欣赏，伊去年呢就特别来参加来小弟艺术日，伊我会看到伊讲今年伊就来处理一下啊，处理意思讲伊来听书，丢老年，所以今年伊就来做一个太型的主编的一个穿山甲，伊用一个生态的一个议题穿山甲，来做个太型的主编的一个艺术装置，所以。去年呢有来参加的那就艺术家，没相当有来，像一个去年呢有个安尼做一个行动艺术的艺术家，今年没相当又会再来，所以佢慢慢的就增加嗰度，刚刚那个小弟数的来去引发讲，安尼分一多年，之间主通，讲而来听书，咁多年以來也偏阿本大家認識一個民農一個地方，嚟個地方，我係一個人屬於講。客家的那种文化，包括將係去年嚟第一擺，係採用係客家的白音作為嘅係音樂元素。今年嘅話係相同用偉姐就有黃偉姐就有唱語來講，做一個係演出的部分。哇，真豐富嘅。係啊，佢係從中橋老師以唐路嚟講，加以偉姐來創古嘅，加以用客家來演示。係啊，所以就慢慢嚟就幾多年來講嘅啦。觀眾朋友，聽到一篇係唔係講過4年的7世紀同小弟藝術日兩個活動內容真精彩呢？你看羅大哥今日按用心我來推廣一個民農，推廣一個沙區。大家今年新年初、新年一定要來支持羅大哥今年哦。今日請感謝羅大哥帶按神奇的活動來捧給人哋，感謝。感謝主持人。最後再有請大家是4月6號要來參加喺小孩去世節，4月8號、9號來參加民農趴呢提民農趴呢小弟藝術日。我哋講下來去吧，而家我哋聽到老師來做運動咯。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永軒，又到誒好好運動嘅時間咧哦。今日要教大家係一個全身嘅一個伸展運動哦，嗬。像大家嘛係一樣準備嘅瑜伽墊，底下安尼嘅運動有坐凳咧，還有面道誒，所以底下呢我準備嘅瑜伽墊，我可以坐凳哦，嗬。好，準備好誒冇？好，準備好誒，請嚟通下做運動誒，來實起兩隻手壓高，好定誒，做數片，來做一個延展，好，數過來，再出去，再過來，出去。來做10下無10下，
开在中间，更加往右手边，一样做1下哦，我深度的来，好，算1下。开在中间，手柄下来，好，更加转到另外一片来做全身的一个向前弯腰的动作。好，跳拿，胸骨，慢慢的腰骨、尾骨，好，可能是你的手。可以变为停来下毛，做一个停留。好，再过来尾骨、腰骨，一节一节。好，再慢慢的松来，最尾跳拿。好，再来一摆哦。好，跳先下去，慢慢的、轻轻的做，我会感觉你身体一节一节下去，再变为停来下，做唔到的人怕，你变为也偏入好诶，停留体呀，可以人再下去。好，你跳拿，放松。好，再一节一节过来，尾骨、腰骨、胸骨。我再赶紧跳拿最尾，再过来。好，更加来做开的动作，好，脚趾跳开蹲，好，吸气，两只手看上面，两只手压上来，好，再放上去，两手看上面，慢慢的下来。后背、四肢来做一个交扣的动作。我师傅要坐下来哦，莫扣风来，来做停留。好，归中间。好，再一次慢慢的放下来，两手看上面，两只手下来，师傅坐下来，手扣上来。扣起来，慢慢的过来，仰背，在中间，好，等下，俺那做的是针对俺那的手。还有背浪，还有呢，师傅的一个加强的一个肌力的动作哈。也动作有一些些难，唔怕慢慢的来做哈。一样哦，从身上痛下，好开轮，两只脚趾条开到。一样哦，手把掌一条，好，
张开来。好，我脚先来用左脚伸出去。好，感觉个问题的时间，好，那来慢慢的伸出去，压上来。好，我感觉开始会好个顺软。好，再可以放，安尼来表述，表的右手。好，左脚右手，好来做停留。1、2、3、4、5、6、7、8、9、10。好，再慢慢的表下来。好，观众朋友，如果唔做唔到，好伸出去嘅手唔怕哦，安尼来做脚都可以。好，你看你嘅自家能力咯，好看，安尼都可以，来做停留。好了，强化安尼呢臀大肌。好啊，你觉得你可以安尼都来表述。好，安尼来弯片哦。好，更加左脚伸出去。好，感觉个问题呢，情况的中心。好，来压个做数来1、2、3、4、5、6、7、8、9、10。好，再慢慢的表下来。好，做一个休息的动作，做一个延展，把自家身体休息一下。好，眼背红来。好，观众朋友，能再来一摆哦。一样哦，臀线上臀下，好，开轮2隻。腳7條開到，好，準備好誒，安尼來，左腳伸出去，好感覺，好個問題呢，你左腳好，壓上來，好可以人，來表述誒哦，來表嘅右手，好控制好哦，1、2、3、4、5、6、7、8、9、10。好，再慢慢的數過來。好，更加來彎片呢，中型啊，好，表嘅嘅左片，好，更加嘅左片嘅中型來，慢慢的右腳，好，壓上來。中型伊嘅左片的哦，控制好冇油分崩哦。好，可以人，下來表嘅左手，1、2、3、4、5、6、7、8、9、10。下過來。好，來做一個舒緩的動作。好，慢慢的仰背過來。好，過來。好，那來做一個調整呼吸的動作。吸氣，調氣。吸氣，調氣，吸氣，調氣。今日嘅動作記得了冇？好，慢慢的練習，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得到哦。好好運動，俺能下次再來了。